当选声不断，立委林俊宪探到连假假期成立大沙社后援会，不止来自药井、南华、南西指定将近10位乡亲，立委郭国文、台南市多位议员嘛拢到场，连立委王义川嘛特别南下小厅，现场气氛相当热烈。林俊宪知影咱沙社需要什么建设，我坐在伊的边啊，我会当见证。未来的一寡所需要的医疗资源，咱嘛互未来的市长替咱斗相共，创造较侪医疗资源来照顾咱这老大人。林俊宪拼民进党内台南市长初选，提出竞选主张大沙城大团结，唔那是针对市区建设，更爱互大沙城甲台南社区同时发展，包括着交通、农业甲观光各项政策，全面提悬65岁以上老人福利。这敬老年金吼，咱会甲提悬，咱会甲加一倍啦，1000甲变2000。我相信嘛，敢若俊宪会当，敢若我会当甲咱的罗总统吼，争取上济资源。转来报答台南。今年0121南西药剂地动，郭国文甲林俊宪陆续争取预算总共12亿，要支援山区发展，一步一脚印，要替山区再来改变，让山区量早变山城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